一直以嚟成日話你藕斷絲連，但係到冇咗你，我先知道原來你係咁好㗎。估唔到我對你嘅愛喺疫症蔓延時終於開始。蓮藕，原來蓮藕咧係入心肺脾經嘅，煮熟咗嘅蓮藕咧係可以健脾益胃，對保護脾胃咧非常之有幫助。脾胃好，自然生化氣血，自然抵抗力高啦。我喺日本睇過電視節目咧，話蓮藕嘅 LPS 脂多糖含量非常之豐富。佢仲話，如果連續10日食蓮藕，可以有助提升呢個免疫力，係咪真嘅咧？脂多糖咧英文叫做 lipopolysaccharide， 俗稱 LPS。其實最早發現咧就係一啲革蘭氏陰性嘅細菌嘅細胞膜當中，佢係一個主要嘅成分咧，去刺激我哋免疫系統咧作出一啲炎症嘅反應。喺過去我哋發現咧，一啲蔬果穀類，尤其是蓮藕咧，就含有豐富嘅 LPS。如果我哋作出適當嘅進食，其實係有助我哋提升我哋嘅免疫力，同埋對抗炎症嘅。哦，哇！蓮藕真係勁啊，得到中西醫學嘅認同。我哋今日咧就帶嚟一個咧春天養生嘅蓮藕食譜，好開心 share 下先。試下呢個大輪炒小輪先，一定要試個主角蓮藕啦。哇！嗦嗦聲好爽脆啊！係啊，呢個菜式嘅配搭對增強免疫力又有咩用嘅咧？蓮藕咧炒熟之後，佢嘅性味就會改變咗，佢就會由寒咧變為溫啦，可以有健脾和中啦，同埋益氣養血嘅功效，仲有啲止瀉功效添。另外咧，仲有木耳啦，木耳咧喺中醫嚟講咧係性味甘平嘅，佢含有豐富嘅鐵質，可以養血啦、活血啦、止血、化瘀嘅功效。另外咧，佢又含豐富嘅食物纖維啦，對通便都好有幫助嘅喎。咁仲有咧，我哋講個小輪啦，小輪咧就係其實係講緊我哋嘅秋葵。咁秋葵喺中醫裏面咧就係性味比較寒涼嘅喎，不過咧佢對喉嚨腫痛啦同埋小便不利都有幫助嘅。咁最後咧就有雞肉啦，雞肉咧性味係屬於溫嘅，佢有補益脾胃啦，可以養五臟嘅功效。咁成個菜咧其實性味非常之平衡嘅，咁所以適合一家大細食用嘅。哦，咁食完嘢，梗係用杯茶先啦。係冇錯，今日咧我介紹呢個咧就係清熱潤肺飲。咁材料咧就好簡單嘅，有金銀花啦、枇杷葉、無花果同埋南北杏嘅。我哋洗乾淨咗材料之後咧，就用滾水啦渌一渌啲材料。咁最後咧就加翻500毫升嘅熱水，咁焗10至15分鐘就可以飲用㗎啦。咁呢個茶咧其實針對咧保護翻我哋個肺氣啦。好多時香港人咧容易偏熱底嘅，降翻肺氣咧就可以增強翻我哋嘅免疫功效㗎啦。所以話咧，食嘢真係要食得其法，先可以享受到嘅益處。咁我哋一齊打好個底，一齊抗疫，加